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水呢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文水利。好朋友来讲，昨我去到阮兜巷仔口迄间便利商店，听到新郎咧斗店长斗安那，讲店长，昨暗大夜班迄个兼职的大学生，我甲伊交班，才发觉讲伊尖骹幼手。哦，国情听到即句有影。台湾人爱讲成语，爱斗势利，所以我赶紧抄起来。啊，尖骹幼手咧解说啥？就是讲淡厝人青盈手不动三宝，无通做到半点事。安尼讲尖骹幼手，原来有人讲尖骹幼手哦。结果吼，这个新郎继续讲，我就是甲伊交班，我甲念啦，我甲念讲吼，来阮遮做工课是无通亲像淡厝人安尼放咧用，着爱擘骹擘手。好，我赶紧也别出来记，擘骹擘手，咱想嘛知，就是讲鼎仔碗仔爱洗长，有影啦。去便利商店，连一个咖啡杯仔嘛爱洗长，无毋对，所以擘骹擘手。毋过即句话，原来有另外一个隐身的解说，就是讲吼，即个代志国情要出来干涉，要出来插，所以我着爱擘骹擘手，我无通但边仔徛关山看马仔烧塌啦，我着爱擘落去咯。啊，当然讲来到遮吼。新郎咧斗昨大夜班兼职的大学生，煞换店长甲因甲当讲安那？讲吼，我知影你的性啦，有当着啊吼，你看伊较不满，你讲话拢会天骹天手。即句天骹天手，原来台湾人写的成语，原来四字的，原来第二字甲第四字是骹甲手的哦。啊，天骹天手，咱嘛知影，就是过去咱解文说里捌探讨过，毋是干那学话尔，这个兼生话，吼，生话就废去啊呢。天骹天手就严重啊呢。结果店长甲这个新郎安尼讲，新郎煞不服，讲哦，店长你也理解呢，我这个人介正派，我咧讲话一就一，两就两，我绝对袂迄个无影无食的代志。甲讲甲有骹有手，啊有影啦，天骹天手落去，就变做有骹有手啊。咱咧讲话若无影无食，讲甲有骹有手，真正就足严重啊！就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毋是干那学话尔，佮兼生话哦。结果吼，即摆因两个淡仔会淡仔对答，对甲拄好着我，因为拜咧计数咧算数嘛。国情即摆赶紧物件摕出来，钱立立的，片仔蒙咧，我紧走。你讲国情啊？你敢有挖过做公亲？敢有做中人？甲因两个接啊开叫因卖冤家？无啦。事实这个故事是我激头壳编的啦，为着要含所有的朋友来研究讲台语的成语内底四字的成语，有迄个第二字是骹，第四字是手，即个趣味的言语啦。